Hello，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本，欢迎收看《福气来了》。今日我讲人生的路一定的神奇，有时间转一礼拜就有无穷样的风景。像今本的来宾也是同样哦，佢对我哋屏东三都的客庄行到高雄的海巡，佢用自家的双手呢，做出属于高雄海港的美食。到底佢係做乜嘅料理？佢有樣板的故事呢？好，今日來邀請佢同大家分享一下咯。馬上來歡迎今本的來賓林飛琴，飛琴。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屏東縣金美鄉建工村的客人林飛琴。哦，歡迎飛琴哦，飛琴，我係聽自家睇到安尼手機，係來自新皮的建工村建莊嘅片嚟啊。對，就是住在新皮鄉，然後建工村，但是我們的村莊它是比較偏建工村的外圍，叫做一個沙崙的小村落。嗯哼。然後本身阿嬷她那邊是，其實她是嘉東的客家人。然後，可是我阿公比較特別，阿公是雖然是住在沙崙，可是他是講台語，所以我們家其實算是台語跟客家語交錯，就是在從小的環境是這樣子。安尼，你自家對一個萬世，因為你自家有接觸到客家啦，有好多安尼無共樣語言同文化部分，你自家感覺到韓式一種經歷，對你自家的成長有乜嘅影響冇？我覺得客家文化的話，它就是真的蠻傳統，就是很勤儉持家。然後阿嬷那邊就是他們在做事情啊，他們就是比較喜歡用自己的雙手去做很多很多種料理，就是像我們逢年過節，他就是可能會做板呢，然後就是自己做那個藕龜殼，然後或者是之前還有做過湯圓，還有那個粽子，基本上就是都會自己手做，然後就是很習慣就是在地取材，就是像自己種那個什麼月桃葉，然後就拿來做粽子這樣子。畢竟你自家本身都韓式都睇客莊睇嘛，你係乜嘅原因嗬會行啲一個人哋高雄嘅市井一個港口入邊來？主要是我認識我先生，他就是旗津人，所以我就是嫁去那邊，然後在那邊生活這樣子。哦，都係本日嘅先生學講那個，然後都本地拐到旗津那邊的。差不多對。唔過你自家到旗津那邊生活之後，你有感受到講乜嘅因為文化啦，也講不一樣的生活習慣，這樣子相處，會有感覺不適應的地方嗎？當時的時間？我覺得他們住海邊的跟我們住在山腳下真的蠻不一樣的，就是他們住海邊的人真的是，每天都要吃魚這件事情。就是公公他早上一起來，他就是去魚市場買魚，然後就是回來，然後可能一人都要吃一隻。就我們家就是假設現在有7個人，他就要買7隻，然後就是規定每個人都要吃一隻。這樣就是你如果不吃，他就會生氣那樣子。然後我認識的旗津人好像也大部分是這樣，所以大家都是從小就是被吃魚這件事情然後嚇到，然後所以現在長大都不太喜歡吃魚。但他們那個就是上一輩的人還是有這個習慣這樣子。然後他們那邊的廟會或者是婚喪，尤其是喪，就是很喜歡辦得很盛大。就是像我們客家人，我爸媽那邊就是可能就是他們會喜歡就是比較簡單一點，就是有心意有道。然後但是旗津這邊不是，他們就是廟會什麼的，就是他們講的什麼不會對，就是他們就是會喜歡排場弄得非常大，然後鞭炮就是放一整個馬路，鬼鬧熱。對，然後就是陣頭啊，什麼都叫一大堆這樣，然後就是在花很多錢，然後喪事也是，就是反正就是那個排場就是都要整條馬路都讓人家知道說哦，這家在辦喪事這樣子。就係一開始啊，都其實還冇習慣的時間，看到嘅嘅唔過行家啲嗰邊去也一段時間咧嘛，吼，更加已經算係個習慣嘅一件事情。但係我想繼續請教一下飛琴啊，講你這個本身咧工作頭擺係學相關料理嘅課呢嘛，也係講有啲工作嘅經歷。用把你這個現在創業時間，會現在來做麵包一件事呢？國中畢業後，我其實是念高雄茶女大學的五專部，
对，然后那个时候是叫餐饮厨艺科，那时候就有一个算是那时候五宝村刚崛起，所以那时候就是也算是有点受到他的启发，就是会觉得说烘焙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所以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也会特别去选修烘焙相关的课这样子，然后之后毕业后当然是有一段迷惘期，因为就会觉得说我花很多钱，花很多时间，然后再学这个，然后可是毕业后，我好像跟那个高职生就是做的工作是一样之外，然后领的薪水也差不多，然后我就会觉得说，那到底是要继续呢，还是就是要再想别的方法，就是。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大学，我后来是2技是念企业管理系，然后我那时候后来就有想说，我烘焙也许我先放着，我先去外面先试试看别的环境啊，然后就是有先做过一些办公室的工作，然后但是就是会觉得好像一直都没有什么很多的成就感，就很神奇，就是很容易出错，然后不然就是比较容易就倦怠，然后就觉得好像还是比较喜欢做这个，所以我就利用假日的时间，就是额外就是报名了烘焙乙级的证照班，然后就是6日啊，就是在那时候还没结婚，那时候是算交往中，反正就是在我先生家，就是我自己买了一台烤箱，然后就是6日就在他家，就是他练习那个证照的东西，然后就。其实也蛮顺利的，就是就考到了，对，因为其实乙级还蛮难考，然后就考到了这样，然后所以就让我觉得我可能还是喜欢做这个东西，所以就是后来就是有回去烘焙业上班，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怀孕生小孩，所以没办法再回去上班，然后就想说要来创业这样子。不过其实这创业同去上班係無共樣的哦。提出一個創業的想法的時間，你個如果你尤其喺你的心上，他是有什麼樣子的看法嗎？當然，長輩一定是反對的，就是他會覺得說，你就在家帶小朋友就好了，就是他們雖然說是住海邊，他們的觀念也是比較傳統，他們就會覺得女生就是在家相夫教子就好，不要出去外面工作，而且尤其迄今就是出去外面就是一段路，就是他們不希望就是先生下班，然後老婆還在外面工作，然後小孩沒人顧那種感覺。然後因為婆婆她就是現在的婆婆也比較就是想要保有自己的生活，所以她也是說小朋友生下來你要自己想辦法。就是雖然說她都在家，就是她也身上跟我講，所以呢我就一直思考，那我到底要幹嘛？然後當然說就是創業一定是非常大的困難，所以就是我就先帶我小孩，他那時候就是還在地上爬。然後我就開始在拍照，就是我在試做我腦中的想法，就是試做了幾款海味的麵包，然後我就拍照拍到網絡上，然後還設了一個粉專，就是logo 什麼弄得很醜，然後反正就是先開始了，然後就還蠻意外，就是有人就是會訂購啊，然後就是再來是我們那邊就是剛好也有認識那個在做那種地方小旅行的朋友。他就覺得我們的東西很特別，就是迄今好像就是目前大家知道的伴手禮就只有地瓜酥跟波士頓，然後就是他會覺得我做這個東西很特別，所以他就把我的東西拿去他們那個小旅行的賓客給他們吃，然後剛好他們是高師大附中的老師，就是他們也覺得很好吃啊，然後也很有特色，所以他們就開始揪團購這樣子。嗰時候你嘅創業之路係對按你開始來嘅，其實唔就做你自己想要做嘅事情，按你喺心上，其實佢第一件事情，但係佢也冇阻止你入錯嘅啦，吼。他沒有，因為那時候他還有工作啊，然後。他也覺得我就因為其實都有兼顧到，就是一個可以帶小朋友，然後就是有在家的烤箱這樣做，對，然後我們那時候甚至還有就是跟咖啡廳配合了，對，然後就是在網絡上有經營了1年多，然後就有中斷了，因為我又要生第2個，所以就中斷了這樣子，然後生完第2個之前的公司就問我說我有沒有要回去上班。然後那時候就是在想說，這樣子2個都還很小，然後回去上班的話，就是
会很麻烦，因为小孩就是很多问题，所以我就想说，那之前有累积下来的这些客人，那不然我们就来试试看，这样就继续下去都错的，反正已经细条哎，做起来了，那有这个基础了，那么行反正线上也没阻止啊，这么我就继续试试看。对。哎，观众朋友，没想到我们飞行这个创业之路是按呢来的呢。不过其他创业之路真是按顺利吗？还会不会有样办唔同的故事呢？休息一下，CB茶，继续来同大家分享哦。前面我们谈的飞行来分享佢嘅故事，了解佢喺样板上要来创业。不过创业一条路真是按简单吗？尤其係飛行，佢係一天人嚟做呢，到底佢還有樣板的故事，繼續來談佢講咯。飛行，當時你想去創業，你也同人家朋友有聽說做算是在地的這樣子一個宣傳嘛？那當時你就有想到講要開一個店面，也係個公眾私人嗎？那時候剛開始在網絡上賣，算是在家，算是工作室。然後後來是因為工作室的產能真的有點太小，像老師那個團購可能一次都1萬塊，然後我可能就要分3天做，因為那個產量，然後因為麵包做的時間又很長，所以那時候最剛開始有提到長輩一剛開始不看好，所以他那時候呢，他就講了一句話，他就說這樣子根本就是在浪費時間吶，就是他們的感覺上就是在你花那麼多時間要做一點點，這樣根本就是事倍功半，是這樣的，反正就是長輩這樣講。然後就是他講這句話，我就覺得我要就是開一間店，這樣就是讓自己的產量提升。這樣我們不用看唔起啊，對，就是認真做一個成就。我就覺得我要來這樣子，對。然後剛好我們隔壁就是叔叔的房子，他那時候是租海科大的學生，然後他就有跟他詢問，因為他們其實是搬出去，然後就是有跟他詢問可不可以租那邊就是當店面，然後他就是也蠻支持年輕人創業，所以他就租給我們這樣子。對，然後就是所以就從居家烘焙就搬過來，然後就買了很大台的烤箱，然後就是裝潢啊什麼的弄一弄這樣子。對，然後當然創業基金的部分長輩還是有幫忙出一些啦，只是就是他們就是都一直很怕我們就是可能做不久這樣子，對，他們就是會比較擔心這樣，對。當係講自家更加對一個真實的工作室搬出來做了有店面嘅，嗰時節有店面嘅時節，自家對於一個創業要有一個名嘅呀，那你的名字嗰時節係樣板想出來，我看到你嘅店面嘅名嘅時節，我還真的是很難聯想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嘅名有乜嘅意義好嗎？因為我的店名叫傳說，然後後面的英文字其實是念孫 Choice Bakery。然後有些客人會念上，然後我覺得其實念上也沒有問題。然後傳說的是因為旗津它其實是一個造船的，算是還蠻著名的小聚落了。就是我們連旁邊就是風車公園看海上面都是船這樣子。然後就是像什麼世界有名的造船廠啊，就是什麼嘉鴻啊，那個做遊艇的中信啊，就是基本上都在旗津這樣子。然後所以我就會覺得我取了店名，我不想要就是像一般麵包店，就是取那種很可愛的那種名字，就想要就是結合在地，然後賣就是在地有特色的東西。所以就是然後又想到常在那個逢年過節，就是像什麼中秋節、過年都會聽到那個半夜12點，然後那個船就會開始叫，真的是，然後就你要睡覺，然後那個船就開始叭叭叭這樣叫，然後我就覺得還不錯啊，就叫傳說好了。就是對，然後後面的孫 Choice 是因為我先生姓孫，然後我們那邊其實是旗津叫大汕頭的聚落，然後那邊其實大部分都是姓孫跟姓葉，然後像我們那邊還有主廳啊，什麼孫家主廳什麼之類的，然後就覺得還不錯啊，就是孫家嚴選的意思，這樣子。對，談紅了，真是貴神奇貴好搞，甚至於講你能呢引航成為你們家的客人之後，還有變成粉絲，你還會昵稱講給的係船員係嗎？
对，就是我先生的给他们一个小名啊、昵称啊，就是要传说啊，就是然后叫船员这样子。对，你的没会员，没飞员，是船员。哇啊，这个有见面之后，其实前面的事情也有讲到，这个的特色都主打的讲有海面面包。就是有海味港口的这样子一个特色，各种搬入来之后，还是延续按那个特色吗？还有做了一些变化呢？还是延续。然后刚开始第一个研发出来的其实是叫赤尾青虾饼，它是用迄今就是在沿岸的捕捞到的小虾子，叫赤尾青的虾子，它就是尾巴会有红红的一个小点。然后它跟东港樱花虾比较不一样，东港樱花虾它是比较有名气一点。然后其实我发现，其实东港也有人在抓这个。然后迄今大部分就是他们比较没办法抓樱花虾，他们是抓这个。然后就是这个赤尾青其实是迄今当地人他们在钓鱼在用的小虾米，然后当地的妈妈其实是拿来炒菜当爆香，然后甚至还有人是拿来做那个煎饼，就是赤尾青然后放在什么高丽菜拌一拌的面糊，然后拿来做煎饼，也蛮香的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是想说，那个放在饼干面糊应该也会蛮好吃，所以就家里刚好也很多包这样子，所以就给它就是拿来做西式的薄饼，然后就是其实烤出来效果还蛮好，然后当然也调整过蛮多次啦，就是因为我先生他就是号称叫挑嘴阿明啊，反正就是他就是很喜欢，也是很喜欢吃海味的东西啊，然后就是他就是对吃的东西那个味觉很敏锐，所以就是都有给他试吃好几次，然后改版，然后就是到现在这个样子，这个模样。然后后来第二个研发的其实是叫乌鱼子软发，因为我们迄今其实还蛮多人在晒乌鱼子，就是到冬天的时候，就是会看到家家户户就是拿那个竹竿，就是竹竿铺的那个有点像架子，然后上面就会放很多乌鱼子，然后再晒太阳。就连我们家也有在晒这样。我们家晒的是我婆婆自己要做的啊，就是送给亲朋好友。就是所以就会觉得说外面有明太子面包，然后我们迄今有乌鱼子，然后可不可以放在面包里面？然后就发现说直接就是外面比较常看到，好像是乌鱼子切成碎碎的，然后放到面团。然后如果你选用的不是那种品质比较高的乌鱼子，其实是会有一点点腥味，就是它本身的味道啦，所以这个比较难克服。然后所以我们就觉得说，那不然就像明太子面包一样，就是把它做抹酱。所以我们就是用生的乌鱼子下去炒，然后就是把它做成酱料，然后涂在面包上面。然后当然也调整过蛮多次，所以才就是现在就是我们觉得还不错的这个味道。哇，他们安的分享飞给我，然后后来是跟流出来的，真的就感觉到好像很好吃。不过，你的成本会不会因为加上五醇啊，甚至于讲要的含米的，会变得成本会比较高，会吗？当然会比较高一点。对，所以我们也刚开始开店啊，其实还蛮多人不能接受我们这个价格区间。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就是这样，就是也是大概这个大小，然后内外都有抹酱，然后刚开始我们是卖65，我自己觉得还好。可是我们因为当地的人，就是他们已经吃那个夜市的夜市面包习惯了，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这个价格怎么那么贵？甚至我那个时候两三年前刚开，还有人跟我说，这个一个65，这个可以拿来买一个便当了。可是还有人这样跟我讲。所以那时候其实经营的蛮辛苦的，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成本多高啊，然后这个是海鲜的东西。到后来是可能网络名气也有了，所以然后加上现在其实物价也都涨很多，现在真的没有什么65块的便当了，就是所以大家现在其实是慢慢接受这个价格这样子。回头再来看，大家讲，也个唔会啊，成本安尼还好啊，也个价丝也 OK， 而且你们卖的是真材实料的东西啦，怎么？安尼除了你讲的个赤尾青虾、土，还有那个笋做的面包之外，还有哪一些是你们的主打的讲特色的面包啊？像今天有带来的这款叫做黑色的那个叫飞机碗面包，然后前面那个其实是叫文仔鱼盐卷。
然后我们今天也可以来试试看，就是无色的也给嘛。对，今天刚好有准备来给大家主持人品尝看看。你讲的也该叫做飞机丸。对，底部没气死啊。我们那个其实飞机丸是叫谐音，就是老板取的名字。他觉得一般大家都知道花枝丸，然后直接叫花枝丸面包很无聊，所以他就给它取名叫飞机丸。就是台语飞机丸，然后就是台语飞机飞机这样子谐音这样。然后我们里面是用其实是用前镇的一间专门在做花枝丸的那个小摊商，他自己手工做的无添加的，因为外面的花枝丸其实有一些会很有嚼劲啊什么，它其实有一些合法的添加什么的，然后我个人比较喜欢无添加，比较健康啦。反正就找到这一间，它的用料还蛮实在的。然后所以我们就跟他买回来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切块切丁，然后拿去拌炒后，跟我们还有起司丁，然后拿去拌一拌之后，我们就把它包在面包里面。然后这样子的话，除了咬到花枝丸块，也可以吃到一点起司丁的口感。然后就是让花枝丸跟起司丁做一个搭配结合。那外面的面包体，我们是用比较少油少糖的软发面包，然后我们有混了墨鱼酱在里面，所以它外面是黑色的。然后上面还沾了起司粉，就是让它更有一些咸香的风味这样子。有，真是调到安内森，你看，我觉得那个制作单位有时给我的太小块了。安尼分享一下，如安尼顺的时候，其实调到太湿的时间啦，吃下去的感觉就像毕竟讲的，它的是一个咸香的味道，而且一般来讲，安尼是咧这种花枝丸，有的像唔讲的，嗰度係粉米過重的，它是其实是粉那些加的比较多。不过你那个吃下去，吃的都给啊个花枝的那种嚼劲，而且海味很重哎。没香哦，不是那种腥味，而是真的是海味的那种鲜甜的味道。再加上的那个面包，它可能是那个起司粉吧，做了一些点缀，我觉得那里面的味道真的刚刚好，一点的厚实啊，口感上是很 Q 弹的呢。那个软发又不至于说咬唔同，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当有特色，在地特色海味的那个面包啊，所以这个应该卖得不错吧。卖的还蛮好，基本上我们海鲜口味的都是第一次来我们店都会跟他介绍，然后通常都会是首选这样子。安提贝的面包真是有限的时间，我应该呢老了一下，顺下来再送一下呢。欢迎大家来。好啊，观众朋友，真是的呢，有限的话可以去飞行给人给聊聊一下，顺便试一下有个安提贝的面包哦。不过还有更多神奇的故事，好吃的面包，我们休息一下，所以比赛继续来同大家收介哦。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福喜来的节目直播，今天继续来吃面包咯啊！唔错，唔係食面包，繼續嚟談面包嘅故事，嚟看面包咯，係咪安尼啊？飛機頭頭有小嘅都講，小嘅有個飛機丸，做有個面包一定嘅好似也過貼皮。啊，唔過我看到有亮嘅，頭前咧頭頭冇小嘅到嘅，啊，底部輕輕有假嘅牙喺底部，那兩個是什麼樣子的面包啊？它三个叫做小圆贝面包，它是用贝果的面包体，就是我们把它做成圆形的，然后下去给它切，然后夹那个比较低甜的红豆馅，然后另外一个是芋头馅，中间再加盐奶油片，因为这样子就是你可以吃到就是比较有嚼劲的面包体，然后再吃到它里面比较丰满的馅料，然后搭配盐奶油，这样比较不会腻。然后我们就想说这样做一个结合，也冰冰凉凉的这样子。等于讲其實本來用貝果有個麵包，你能用貝果，因為我的印象底部的貝果沒一片一片安尼嘛，圓形的。你們如果做成這樣子，對你們的製作過程之中，會唔會夠唔方便啊？也係講其實安尼做夠好做。
其实这样比较简单，就是只要面团发酵完之后，就再把它拍圆就好，然后做成那种长条的，还要擀一擀之后还要做造型。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比较简单呐。那因为我发现说，其实客人他们喜欢看到是有馅料的东西，他们会比较喜欢去尝试，然后比较想要买。就是如果馅料都包在里面的话，他们就是看不到你的料有多多，他们就是反而不会想要去尝试购买这样子。等于讲其实底部的鸭呀，无限制讲一定会甜的呀，有可能你自个做一个5寸的姜啦、抹酱，其实也是可以做在上面的。可以，其实可以做任何的，都可以做结合。算是也一个很有巧思的小的变化呢。你能做的面包底部啊，都更加买到最好的，有看过那一几种有升高吗？比较热销的款式，一定是海鲜口味的，像是乌鱼子面包，目前是卖最好的。就是可能一天可以破100个都没有问题。但其他的就是像就是另外的店里的比较就是甜口味的啊，就是可能就是会落差很大。对，客人还是首选啊。不是菜天年的口味，对，旗津人的口味还是比较喜欢是海面的、好咸的呀豆的。开店都更加差不多19啊，毕竟差不多快要3年了。一段时间呢，一段时间底都算已经是稳定了嘛。那中间有不发生过感动啦，也让你觉得有成就感的这种那一瞬间，也发生有那条的事情，不用感觉我是被肯定的。有啊，然后我觉得要特别提一下，是最近才发生的，就是像之前就是前总统他有来高雄去那个国岭公园爬山，然后市长就是有特别选了我们就是旗津的海味面包拿去给他们做品尝，然后就觉得很开心，就是竟然就是可以上那个版面这样子。竟然是那面包都很矮哦，对，而且他还特别标注我们店名。然后就觉得努力有被看见的感觉这样子，对，然后再来是我们从我那个网络上经营工作室啊，到现在其实都有那个很死忠的客人，他就是之前就会在网络上订购，然后甚至后来开店，他就是会大概2-3个礼拜，他就会来找我们买面包。他还说，如果就是我们开在市区，他一定会每天来买这样子。对，就是真的是特别来。然后像我们之前有时候去摆摊，他也都会就是出现这样子，就觉得。就一个人，然后这么喜欢你的东西，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为了这个人，你就是好像应该要继续努力下去这样子。就是虽然说大部分遇到的日常可能都比较就是没办法被肯定啊，就是很多客人就是买完然后就可能是一次客。其实也没办法跟他交流太多，然后甚至可能网络上也会有一些负评什么的，因为可能他们也不太了解这个东西，然后再来是他可能本来就不喜欢海鲜的口味，对，所以就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那些声音，可是只要想到就是还是有这么喜欢你的人，就是还是会愿意就是继续去努力下去这样子。就多按那些事情，其实那些小小的杂音都不是大不了，你如果要的支持你的人，不用输到感动、输到肯定安尼嘛。那除了安尼之外，你看连个以前总统嗰条可能会特别拿出人家面包来做一个肯定去品尝了。那陆卡的总批面对一个5年的成就啦，可能有表达过某个肯定啊，也係講認同的意思嘛。刚开始那个他们有先质疑一下，就是他们会觉得说开店。就是如果做不好，就是会很容易就会收掉这样子，所以他们刚开始是抱持了观望的态度，然后后来就是看到我们渐渐的有一些媒体朋友，然后报章杂志啊都来采访啊，然后甚至就是有时候也会看到我们店门口是有排队的，所以他们甚至现在还会说，就是我婆婆有时候还会说要不要来帮忙这样，她还愿意就是来我店然后帮忙可能补面包啊什么的，就是我发现这个心态上就有转换了这样。对，然后像之前公公可能那个公司也有需要餐盒，他也会叫我们帮忙做这样子。哇，这也是一种另一方面支持你继续下去的认同啊，就是俺有做出一个成就出来的嘛，吼。对。安尼这个对于未来的规划，你还有样办的新的想法冇？像迄加上这个本身的
经历吼，作为咧客家同海味结合的面包也好，也还讲去做其他某种的苏州的口肠啦、苏州的面包等等，有其他任何的想法吗？我们其实在今年度有成立一个叫做传说学堂慢时光的算是小课程的路线。因为我发现说，我如果平常只有在店里一直做面包卖面包，就是好像就是能接触到的人就是这样，就可能一天假设只有来几十个，就接触到这些人。然后门市其实我们因为又在旗津，其实是还蛮就是受到一些风灾影响。然后就是其实要一直持续这个热度啊，那我觉得是还有点困难。再加上其实旗津现在的观光人数有少很多，就是像我们之前过年旗津的观光客其实是来的话都会塞车，现在都不用塞车，就是其实是感受得出来。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好像应该要踏出这个舒适圈。虽然说可能经营到现在应该还算稳定。但是可能要想到未来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要做一个品牌的联盟行销，就是跟旗津的一些小店家，就是结合一些手作，然后办一些课程，然后就是挂我们店的名字是主办，然后可能空间的部分我们给他们场地费，然后讲师的话有讲师费。然后就是一方面就是去找一些就是认同我们的学员，然后就是可以来上课这样子，借由上课啊，我们可以更多的交流，然后就是可以找到就是真的喜欢的我们的人啊什么的，就是比起就是可能观光客他来我们店，然后可能就是看，然后他其实也不知道我们店在卖什么，他可能只是路过然后就进来，也不了解，然后你也很难在他心中就是留下什么太深刻的印象。那我觉得说，其实一间店要经营下去，你其实是要有就是培养更多就是愿意就是支持你啊，帮你推广的那种比较好的客人啊。对。然后但是因为我们店的关系，就是我们就是主力是观光客，然后在地人的话就是传统便宜的面包，所以就是我希望是未来是可以经营到就是我比较想要经营的是可以就是有一定的消费力啊，然后愿意支持这种在地品牌的这种比较算是比较老顾客，然后算是会比较忠实顾客这样子。就是然后顺便的话也是希望可以促进旗津的部分，就是因为我觉得一个地方要好啊，可能靠一点点人是不够的，所以是要结合大家啦，对，大家一起努力才有办法，就是让这个地方更好。对啊，你要个观念，要个想法规划呢你要个想法已经在出行了吗？有在做了吗？有也是就是之前就是已经开始在规划，然后像就是已经有美酒课已经有开成功了，对，然后之后可能还会结合之后会安排像是什么大成的手作料理，大成也是蛮特别的，就是在我们旗津就是一个小聚落，他们是国共好像是国民党，然后退来台湾，然后就是的一批外省的，然后他们就住在旗津那个小聚落，然后叫大成聚落，然后他们也是有自己很特别的手作料理，然后也会结合一些就是木工啊，就是可能做一些比较特别的装饰什么的，都会陆续安排这样子。毕竟人家个口场做出来之后，大家参与都会有个反应很勇猛，大家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想法吗？有不你的回馈吗？因为其实美酒课刚结束，他们学员的第一个反应都是跟我说，你们这里很难找呢，就是大家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样，就是他们因为我们那个书店它是独立书店。它的位置就是在以前海军的宿舍的那个园区里面，所以它不是我们传统的就是就观光客行程的话，只会在旗津的大路，我们那个是要小路再进去，然后才会到那个海军的宿舍。虽然说我们上面就是都有跟大家讲路线啊怎么走，可是就是还是很多人会找不到。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发现大家的收获都还蛮多的。就是他们都会觉得说，讲师很专业，然后我们那个美酒啊，就是去那个
什么选择啊，然后鸡酒的啊，然后甚至还可以品尝到传说面包的点心，所以大家都觉得很超值。就是他们如果说只是单纯来买面包，他们会觉得好远，他们会觉得我不想就是骑车骑那么久来旗津就为了买面包。可是如果结合课程，然后又可以吃到，他们就是觉得说很不错这样子，他们给我回馈是这样。按你种人的课程啊，还有什么？假是讲有继续要攀的话，可以去哪里？然后敌对也得课程的资讯啊，或也系讲基本的体验也得。我们都有放在我们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上面。对，然后也有就是请像我们跟独立书店啊，也有请他们 po 在他们的那边的网页上，都可以搜寻得到。因为安尼问就迄种，各有兴趣，假使讲有限的时间吼，看一下你有冇个课程，假使讲有限，拄好落去呢，聊聊一下顺沙的参与到也条个课程，顺沙的认识无穷用的像你的店家啦，也系讲菜贴呢，交流一下也系几好呢。对，就是欢迎大家来旗津，除了买面包的话，有空也可以安排一个周日下午，就是来参加我们那个手作课程，就是可以更深度的做一个小旅行。就是来知道旗津这个地方。系啊，观众朋友，今日当下飞禽的故事，穷用然后上起来去旗津交流的时间，可以顺势去今日免书当个看一下，了解一下有样办的课程，也系讲发图可以去参加，唔系单将落去买面包都好嘅哦。更重要係講，假使講有一個機會，不論係旗津、高雄，也係講自家嘅家鄉，最好還係支持一下人哋菜貼嘅店家。感謝飛禽今日帶來暗好食的面包同精彩嘅故事，多謝哦。多謝大家，謝謝。好喲，同樣喺出去老了之前，先認真先生來運動一下，顧自家嘅身體健康咯。希望我哋福起來節目嘅鄉親好朋友，記得點讚訂閱客家電視台頻道，順勢聽數分享出去哦。